住啲毛續集。上回講到，有一日，熊同兔仔一齊屙屎，完事之後，阿熊問兔仔：你會唔會介意屙完屎之後啲屎黐住咗啲毛？兔仔話唔介意啊，好小事咋嘛。跟住阿熊二話不說，就一手捉住兔仔攞嚟抿屎。續集。3日之後，阿熊又喺森林屙屎，佢見到旁邊有隻松鼠，佢就問松鼠：你會唔會介意屙完屎之後啲屎黐住咗啲毛？點知松鼠勁嬲咁話：你夠啦，我就係3日前嗰隻兔仔。Oh no！ 哈哈哈！復活節梗係要食返隻朱古力兔啦〜